呢個係我跑全馬2年以嚟第一次真正錄到自己衝線，唔使攞住部手機，唔使掛住個相機。我係 Simon， 我係一個3C 買手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呢副陪我跑完42.195公里，即係全馬嘅 Blade Cup 運動太陽眼鏡。做咗咁多年3C 買手，我揀嘢其實都幾挑剔。以前跑比賽想留個紀念真係好辛苦，要拎住支自拍棍又重，攞部手機出嚟又驚跌，尤其去到35公里之後，對腳上抽，顧得前顧唔到後，嗰幾百 gram 重量就係負擔嚟嘅啦。跑全馬喺呢42.195公里裏邊，任何一個錯誤都會被無限放大。我哋追求全馬 easy drop， 重點唔係你要幾搏命，而係你嘅裝備要夠聰明。點解我會揀 Blade Cup？ 因為佢解決咗我哋跑手最大嘅痛點。我想記錄每一個比賽，但係唔想咁累贅。佢將運動太陽眼鏡、相機同埋耳機3合一。喺買手角度，呢種整合唔單純係加埋一齊，而係要做到無感。佢係我目前試過最直覺嘅 POV 記錄方式。只要帶住佢，撳一個掣，你對眼就係你嘅鏡頭，所見即所得，真正做到雙手解放。等我可以專心應付渣馬嗰段斜路。如果你仲未走，就可以睇埋我喺渣馬嘅實測。第一個驚喜係輕到離譜，跑過馬拉松嘅朋友都知道，去到30公里之後，連一塊膠都會覺得好重。我帶住 Blade Cup 跑速42.195公里，完全冇覺得壓抑，冇鼻梁痛。講真啦，跑到一半，我真係唔記得自己帶住一部相機，而呢一種無感，對馬拉松跑手嚟講，同森林一樣，都係最舒適嘅感覺。第二個驚喜位係佢嘅色彩表現。作為買手，我都玩過好多運動相機，有啲色彩太假，有啲係太淡。而呢一副 Blade Cup 拍出嚟嘅色水好鮮豔，但又好自然。最令我意外嘅係穩定性。雖然佢冇特別標榜有咩超強防震，但因為鏡頭跟住我個頭部喐，拍出嚟嘅畫面又好穩定喎。睇翻條片完全冇頭暈嘅感覺，值得一讚。第三個驚喜係佢帶嚟嘅沉浸式節奏感。呢副眼鏡採用咗最新嘅空氣傳導技術。作為買手，我試過好多開放式耳機，比起骨傳導，空氣傳導嘅音質通常更加自然，冇咗嗰種震動皮膚嘅感覺。而 Blade Cup 嘅效果令我好意外，音色非常飽滿，而且有種開闊嘅空間感。其實呢，我平時跑步習慣係唔聽歌嘅，因為我想更加專注喺自己嘅呼吸同節奏上邊。但係渣打馬拉松呢啲咁大型、咁熱鬧嘅賽道，我發現帶住佢係另一種享受，可以一路聽住你嘅 power song， 一路保持個 pacing， 同時又可以清清楚楚聽到旁邊觀眾為你加油。而呢一種同環境連結嘅感覺，比起帶住一般運動耳機，完全隔住外界聲音，唔單止安全，仲更加有 feel 啊！佢唔係將你同賽道隔絕，而係幫你加咗個最適合嘅 BGM， 令你跑得更加投入。有優點自然就有缺點啦。作為一個資深嘅3C 買手，我都要同大家分享下佢嘅缺點嘅，等大家買之前有個心理準備。第一係影相會有 delay， 撳掣之後大概有半秒嘅提示音先至正式影到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要捕捉最高速衝線嗰一刻呢，我建議你直接就用錄影，之後再 cap 圖，咁樣就會準好多啦。第二，同好多運動相機一樣，低光表現呢都係弱項嚟嘅。喺渣馬起步嗰時仲係天黑黑，咁或者過隧道嗰段呢都係唔夠光嘅，畫質明顯呢就會多咗好多噪點啊，多好多 noise。呢副呢始終都係個太陽眼鏡，咁佢個主場呢絕對係陽光普照嘅室外啊。第三樣嘢就係大家最關心嘅電量啊，連續拍片大概1個鐘左右呢就會玩完噶啦。咁但係我今次渣馬成功記錄到衝線嗰一刻呢，全靠係我嘅策略啊！錄低最靚嘅風景啦，感動嘅時刻啦，同埋最後衝線嘅2公里。對於一場42公里嘅馬拉松嚟講，只要你有策略咁用呢，電量其實係足夠有突嘅。跑完渣馬，我嘅2025年賽季其實仲未結束。
雖然我成日講全馬 easy drop， 但係作為跑手，我依然想挑戰自己嘅極限。3月8號 RMAC 沙田河畔10K， 點解揀呢場呢？因為佢係香港田總認可嘅賽事，成績夠權威，可以用嚟報其他比賽，而且認可賽事較少機會出現里數唔準嘅問題啦，同時路面安排都會比較好啲。而我今次目標係10:43，即係平均配速大概415至418。過埋2月就36歲啦，年齡從來都唔係停步嘅藉口，而係追求更高效、更聰明訓練嘅開始。嚟緊呢個月，為咗呢場10K， 我會加緊訓練。如果過程中有任何好用嘅黑科技裝備或者值得分享嘅訓練心得，我都會盡力拍片話俾大家知。最後，如果你都想睇下一個中年先學人跑步，仲要目標係10-3嘅大叔點樣追夢，又或者以跑手同買手嘅雙重角度去睇3C 裝備，記得訂閱我 Gadget Runner， 同我一齊見證3月8號嘅成績。我哋賽道見。